暗安，大家暗安，足久无安怎，要安怎讲？最近拢是联动较济，所以若像足久无含大家安尼开讲吼，有小可歹势嘿啊。即个今仔日标题可能害大家叫是讲，我真正要来煮食来包便当，毋过无，我是来耍即个或者小品的 game 吼，较轻巧的 game 啊，或者 Inventor 嘿，伫迄个下骹说明遐应该找会着吼啊，伫 Steam 顶悬买会着吼，大家若是看了有趣味会使来买啊，这就是一个较轻巧的。算是，或者算就知，就是一个拍手 game 啦，啊，较轻巧的啦，嘿，因为最近拢是联动诚济吼，啊，我著较要安怎讲，联动的时阵较无法，对，算是拼图的 game 啦，嘿，啊，因为最近拢是联动较济，啊，联动的时阵较无法度参大家，就是好好开讲，就是无法度逐条。老话拢会吼，啊，就是想讲无咱今仔日就来轻松开讲，耍一下较轻松，就是毋免想济 game 吼。无掠着 game 的声，小等者有够可恶，小等啊，睇下呢，小等，我掠一下声，哪里啊？啊哈！竟然无变动，恁遮叫是今日我是要来煮食哦，歹势，互大家误会吼，歹势。等，小等下，我今仔无掠着个门声，伊的迄个音乐嘛是真古锥吼，所以我想要放互恁听。嘿，啊，我来掠者，太安尼。夭寿，听无？好，煞去，恁着听我的声就好。若准气嫌，就气嫌，敢有人安尼讲话？嘿，好，对，要来开始啊！这就是咱这个拼图的 game，嘿，啊，嘿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好，嘿，咱先来小姐问吼，阿姐早早你好，啊，迄个社畜一号你好，阿咪你好，歹势无便当吼，甲恁欺骗，无欺骗啦，其实我说明有写，毋过我标题写了无足清楚，咱这咯，较早环境，顶摆你来无出声，我着上尾才出声，我着叫是你，你上尾才来，你好，好，等下哦，可能你是甲我煮一顿来看觅，好啦，有机会来煮食啦。其实我做袂晓煮食呢，讲实在，还袂晓煮，毋过若是有机会。嘛是会使啦，我欠一个动机好无？我欠一个动机，因为煮食著是足开时间，煮食足忝的呢。啊，煮了个爱迄落洗碗，洗有诶无？哦，逐个爱看袂晓煮食诶人煮食嘛对啦，就是想要看人甲迄个菜烧甲臭花焦才爽嘛。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安尼我了解，我嘛是爱看人煮食。看袂晓煮食诶人煮食总是较趣味。伊领无互我掠伊诶声，好袂要紧，煞去，恁着听我诶声。我放一个 BGM 互恁听好啊，小等者哦。敢会伤大声？应该也会使，伤大声才甲我讲。好，讲遮济拢还袂开始算。我原底想讲今日有机会，因为这 game 内底迄个关卡嘛，无讲足济，所以想讲，若总有机会，咱就哪开讲，啊，就哪甲这规个 game 拢算了，看敢有可能。嘿，好，阿峰想要黑白讲话来做你讲，我知，就是前几届着开迄个 Minecraft 的时阵，你嘛是做顶真咧黑白讲话，啊，毋过迄时就是较无。因为是联动，所以就无法度一直逐条拢有回着。
可能互你足艰苦吼，歹势，袂要紧，你会通继续黑白讲话，吼，啊若伤超过的，或者上凄惨的就互我变掉嘛，嘛袂安怎啊？做你讲袂要紧，啊毋是要讲，还要讲。我敢会对你伤歹，应该是袂吼。4个人转票，拢想要看我煮食。好啦，无恁会使提供一下，迄个看我想要煮啥，看我想要看我煮啥，哦，恁会当讲看卖。啊，敢会煮的无一定吼，看缘分好无？耶！其实这个 game 看起来嘛是介古锥吼，那一个白鸟啊阿母咧包便当互因的囝来食安尼。而且伊这度是迄个哦，有深度的哦。敢有温度我毋知，啊，毋过有深度，对，你会使看到伊安尼。哎呀，哦，叫我传伊这便当内底食物哦，嘛是会使。啊，毋过这看起来较，毋是讲作复杂的，就是上无迄个形，就是爱做甲四角形就对。伊要饲伊食啥？我也无看甲足清楚，应该是一块鱼吧。我摇的人，我嘛毋知。惊甲别人惊着无啊？我无咧惊。因已经知影我是啥物款人啊，已经袂赴啊，好无？他有即个问题。天气变较冷啊，阿火呢啊？我知你顶摆有讲。敢有甲我按按无？是要安怎？是安怎会按按？太按按。我无四角的便当阿爸，真是无呢，我真是无。所以这上困难的部分是爱穿这个便当阿爸。竟然上困难的所在是伫这个器材。啥物四角形？鱼粿？啥物鱼粿？鱼粿是啥？鱼粿？你一大堆哦，因为我想看卖哦，阮兜拢是叫做啥长方形，敢有算四角形？应该嘛有算吼，应该嘛算四角形，安尼是有啦。啊，毋过伊的迄个角是圆圆的，啊玻璃的安尼。阮兜足侪粒共款的鸭仔。伊犁你好，葵宇你好，哇，今日做闹热，足侪 VTuber 朋友来啊！恁好，鱼粿敢是鱼白？我嘛想要知影，有可能哦，听起来有像。下午好，你们大家好。哦，你的就是迄种的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叫是你讲的，有呢，这嘛算是一个长的四角形吼。哦，安尼有影。好，会使来做看卖。哦，或者长高形啊。哦，那像有听过，毋知影敢是汉面忘着，啊，毋过哪像有呢？好，安尼我学起来。啊，好，我若要做伊这内底料理是安怎？我著要煎卵，啊煎一个三文鱼的通过啊，安尼啊，好啊，安尼听起来毋是讲做袂到啦，听起来是做会到啦，有机会一定啊，有机会一定。今日遮侪人来，敢是因为大家拢叫是我真正要煮食？敢毋是四个边就通讲四角形有影？因为四角形就是有四个角就对吗？就对啊嘛，所以哪像对吼？哦，重点是好食，安尼阿慧敢有法度咧？阿慧，即个阿慧无啥会晓煮吼。我以早家己咧煮的时阵，就是对气味较无要求吼。哇，你今日抓准我要煮食，哇！我甲大家骗入来，水。我毋是雕工，我真正毋是雕工的。等下，即关我袂晓呢，我来想一下。顶来，我以早有想要家己煮的时阵，为着要省钱，就要家己煮。啊，迄阵讲实在袂晓煮啊，我就是
逐项物件拢用水甲洒的，啊洒有色，哦洒到有色，啊就无调味，安尼会食一就好。就安尼，所以就是迄种物件，就是敢若我愿意食啦，啊别人就。讲迄毋是一般人咧食，迄毋是一般人咧食的哦，安尼，对，就是有色，啊，食了袂死，啊，就互家己过关安尼，水啊，看有啊啦，应该是安尼，耶，通过，对，我甲大家骗去，耶，就是我嘛想要共欺骗看卖啊，敢有人安尼讲话，哇！小等烧起来，敢会？应该是安尼。好，所拜这伊利上伤刺激，啥意思？敢有伤刺激？我甲伊利上联动的时阵，伊看起来拢会当接受啊，伊无互我惊死，应该是袂安那。若阵袂当接受。伊嘛摕我无法吼，伊嘛无我的法吼。进度真紧哦，真紧就会当放大家休困。就安尼，哪有人安尼甲家己迄个联动的朋友安尼讲话，安尼敢有礼貌？阿峰有一位煮食的师傅，捌互阿火参考过。啥物煮食的师傅？我袂记得。袂要紧，小等我来迄个 Discord 内底看觅。对啊，猫仔无咧食便当，无，伊应该是还未煮好。我嘛毋知，伊这剧情是想要讲啥，我嘛敢若会当凊彩药。我反正迄个伊上尾的时阵，才食会着啦。小猫咪二边，小猫咪好可爱。奈雄雄讲着你，因为大家拢介意你，所以大家拢不时会讲着你。嗨，我今仔开始学袂讲话。大家最近身体好无？有新的迄个，这应该是高蛙嘛？这应该是高蛙因的胃嘛？好，安尼我会晓。哎呀，爱想看觅哇，我数学真好啊！你会老的风洞啊？你会使阿峰，你若是老的风洞的，你就会使用迄招啊，用迄步啊，就是加一个本数2字YouTube 可能就加一项每本数加了就会使通过安尼。因为伊甲你原来是安尼，什么意思？高华威这手术伤过变态啊！安尼真正有较困难，爱想者。对啊 ，YouTube 伊嘛知影，互人骂是真爽的代志。小弟哥，再想者，会晓，哇，数学真好，从来我感觉家己的数学真好。我想者，毋过你即条有出来，啥讲你加垃圾2字的？火箭爱红妹记录，嘛看是用送妹啊，毋是凊彩一个人拢会使好无？是讲记者要创啊？记者是会当创啥？看毋着，搁想者。讲音的字袂使，毋过垃圾2字就会使，垃圾2字就会使，这是啥物道理？通常毋是应该是原底的字袂当用，对，这有够复杂的。我知，这是爱学这2个。咖啡色有点的是啥？我都想要知影的呢。看起来较像，敢毋是迄个做啥？糙米饭，当然我安尼讲。
就是伊敢都毋是白米，还是别个米安尼？我摇的啦，我嘛毋知，因为我想讲伊这便当看起来应该要是以米为主的，嘿，糙米呢，或者糙米，敢是糙米？若无是啥？若无是麻烙？无米烙？敢有成米烙还是棒米芳？我会感觉看起来是小可有成，嘿。啊，毋过对，若照一般的理路，应该是糙米饭较有理，嘿，较有理。哦，讲音乐字会使，啊，毋过原底字会晃动。对啊，通常毋是应该是安尼，系啊。像个伫便当内底放麻烙，好，后摆要做这内底便当，就用麻烙落去做。哦，看 YouTube 收阿强啊偌济，毋知。麻烙做饭敢袂伤甜？着血糖爱顾有影，无着糖分着知影。哦，对，迄着定的吼，迄着是要安怎讲？考验你的迄个要安怎讲？考验你的即个爆物件的筋吧，着对。特别吼，嘿啊，方形麻烙，做像迄啦，沙琪玛，这一定是沙琪玛。等下我小看，有成无？有成吼。沙琪玛便当，讲到沙琪玛，就想到沙威玛，敢会差伤远？无，就是看到足侪人咧耍迄个沙威玛传奇。其实我嘛有耍哦，我已经耍了啊。啊，毋过毋知影恁敢会想要看我开台来耍吼？若准有会当甲我讲，我才来安排好无？哇，对啊，要过年啊，你要有麻烙啊？无毋对。哇，过年的时阵就是足久无食到麻烙有影呢。通常哪像伫其他的时阵，哪像嘛袂特别去买着有影，嘿。所以时间会使来，时间会使来看敢要用麻烙做便当，爱确定。哦，说到沙威玛，就想到沙威龙，你要确定？哎呀，这关伤困难，这爱搁想者，先黑白饲好啊。是咧，黑白用的就过啊，耶！伊看起来足忝的呢。白鸟阿母，伊这目睭看起来爱困啊。等伙计做团旗啊！我已经是团旗啊！我已经家己偷算了啊！毋过我会使为着大家重新算一届。嘿，我有在考虑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哦，跳一步踏去顶悬，了解。嗨 ，Darren，敢会当叫你 Darren 你好，欢迎。要用台语唱《沙威玛传奇》吗？好问题耶。我有想过要不要开歌回，然后唱中文的《沙威玛传奇》。要翻台语好像有点难，因为它里面的歌词比较，我想一下怎么讲哦。有一些就真的想不到怎么翻。哦，你是小朋友听不懂台语，我要讲国语，那没关系，你听不懂的部分就算了。但是你打中文我看得懂，好不好？我就讲我的，你拍你的啊，你豆豆听加听，你可能就听有啊。加州5级地震哦，可是我不住加州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嘛是囡仔哦，你嘛是囡仔。对啊，安尼咱大家人迄个咱的心肝内底拢有一个囡仔，敢是咧讲这？
想想。水，安尼会使。啊，敢有影？拢听伙计在讲学台语，安尼若是有，互你会当得到任何帮助，我是足荣幸的吼。最近客户足侪讲台语的，原来是安尼，因为之前我做咖啡厅的时阵，人客会晓讲台语的实在是无几个哦。这嘛是互我足失望的，因为我足想要爱甲人讲台语的，嘿。毋过无几个啊，是有，毋过真少，真少。你若是咧过迄个西洋的迄圣诞节的时阵啊，你若是食到的迄个胖，你感觉你食甲无够，你会胖真少，迄度做gingerbread， 这就是 gingerbread 的由来。多谢大家。靠腰，无代志。你讲嘉义随时有0.5这个地动，安尼敢有可能是你规个人拢咧叮当，你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所以你的不是讲的世界咧，叫做啥？叫做世界咧转世。多谢伙计，这好笑呢，这明明就做好笑啊，还是干那我感觉好笑。火蛇讲台语真的好好听，好爱，哎呦，安尼我会歹势啦，无，其实根本就袂歹势，无啦，会啦，要是会歹势，多谢你的爱护甲支持吼。明仔载去应头路，好，加油！望你会使得到一个会得过的头路。标准够足低，会得过就好。唔对，安尼袂使呢。关系，所以甲我牵头壳，莫啦，我会听呢，莫啦。讲一下笑亏也袂安怎，袂要紧啦，互大家懵笑。你若感觉笑亏无好笑，就甲我起笑就好，甲我踢笑嘛会使啊，安尼嘛是一种笑啊。你的心无希望，袂要紧，非得毋是我，毋是我安尼讲话。等下再想一下。对啊，志峰离开学校啊，对啊，你毋是伫学校有一个头路，你是无继续做呢？这是啥？我是佮讲毋对啥物话。是我佮讲毋对啥物话呢？因为我足够学袂讲话，所以其实我哪像嘛拢无咧紧张的吼。夭寿，这要安怎算？敢是安尼？阿哥，干啦？安尼毋对，袂紧张。你讲我啊，学白讲话的时阵，假做家己足紧张的，互大家会使甲我原谅。毋过其实拢学白讲话。我互大家长着啊。你毋愿意你毋愿踢笑伙计哦，袂要紧，你毋笑别人会笑。干嘛安尼讲的？袂要紧，我已经惯死啊！上班上到3更半暝，硬要讲硬要唱。阿母饲你袂叮当啊，袂要紧。这边拢减150块，我毋知呢。那我来卖应该是500万。袂要紧，留互你笑好，做你笑袂要紧。你若家己笑了无够开，你会使分享互你所有的朋友，互因做伙来笑。
要甲我骂嘛是会使，要甲我笑甲我骂拢会使，啊会记你老话，安尼我会迄个 reach 才会愈来愈济，吼。reach 就是触及吼，啊我的 reach 若是愈来愈济，凡说我都有钱，我都会 reach。好，多谢伙计哦，今日咱会讲遮济无好笑的笑亏咧，救人啊！最近天气较无稳定，大家敢有安怎？大家敢有像我伫遐，大家爱注意咧。等下想怎安尼？我是倒位做毋对？对，掠准是 reach， 原来是 reach， 啊，毋过最后个讲倒转去 reach， 吼，对，跳级，触及跳级，啥有安安？哦，安安好，我知你咧讲倒位安安，我已经充分理解啊。你若个讲伤济摆，凡说 YouTube 都会响台文，就会甲你变调啊，迄都毋是我会当处理的问题啊。哦，我是个倒位做毋对啊，伊袂当，好，我想看卖啊。恁看，我真无做便当的天分，也是我应该爱，毋对啊，应该安尼呢。安尼嘛毋对啊。哇！你是想要互伊变调？这是你的心肝内底，你心肝内底5万啊！好啦，安尼比阿辉一寡奇奇怪怪5万，搁较会当达成啦。安尼嘛袂歹啦，袂亲像我逐工咧安尼啦。哦，别气哦，阿辉。上一村门，伊无炸便当，真不好呢。做甲遮辛苦，阿辉甲你包便当包甲遮辛苦，啊你无炸便当，你是啥物意思？啊你是安袂瘾食啊？哦，这敢毋是迄个？这叫做啥？迄个高中还是国中学迄个地球科学的时阵，就有做迄错动型板块边界，做无聊诶。哇！谁会伫便当内底包这是柠檬哦？谁会包柠檬？敢有遮大粒的毋是便当，遮大粒的柠檬，谁那边呢？我想看卖哦，这是要安怎？这是要互柠檬来食？我竟然还阁会记，对啊，厉害无？我这拢是一寡无啥路用的知识，迄巴达那是巴达，迄内底有纤维呢？应该毋是巴达啦，内底有迄个柠檬的纤维的款，所以这可能因为较这个画面顶面较细，所以可能较看袂清楚。毋过你若放较大的，你就会看到内底有纤维。钓三文鱼配柠檬是有影，毋过这伤大地，鱼肉嘛2地尔，鱼肉嘛敢若2地啊，柠檬就2粒遮大粒。甲你的记忆学出来吼，我真够学，真够学片干。哦，做无聊的阿辉啊，看有啊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毋对啊，减一块鱼肉。啊，先安尼，无就会无鱼肉，敢对？对啦，足巧的呢，阿辉，家己学了，家己是有偌可怜，家己安尼讲，还搁咧学鼻孔对，讲来讲去，要是爱讲着鼻孔，才欢喜啦。
素食仔边仔嘛会放遐盐水，放假的盐水，迄敢是盐水？迄敢毋是盐水啦？迄敢是盐水？你是讲迄有一种菜嘛？有一种叶啊，迄就是有真侪素食仔边仔就会放迄个塑胶的版本嘛？嘿，迄应该毋是盐水啦。啊，这我会晓，安尼哦，伊要甲这菜砍起来，这毋就是迄个，或者啥？或者我迄个叫做啥？我幼稚园的时阵，幼稚园的时阵，应该是安尼讲。我幼稚园的时阵有一个同学，伊足无介意食菜色，啊，迄阵就是或者啥？迄阵就是幼稚园的老师就讲要甲迄个菜藏伫迄个饭的上下骹，哦，我就想讲奇怪，一般的人应该，我即摆想起来，我迄阵嘛是真巧嘛，我迄阵就想讲，咦，奇怪，人应该无遐戆吼，应该迄个白饭食了就会发现讲，下骹是菜，我无爱食。西洋盐水，敢是迄个做啥？对，应该是迄个叫做啥？袂记你原点安怎讲 ？Basil 敢是或者 Basil？ 甲迄个巴西听起来足像啊，毋过无共的迄。哎呀，英语退步啊！啊，对 ，Basil。毋对啊，迄毋是甲迄个高站塔卡哇？无，芹菜是另外一个，嘿，芹菜是另外一个，毋是盐水安尼，就是杂草吼，敢是安尼讲？我是毋知啦。哦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毋对？发音像帕西利，有成。安尼要对付迄竞食的人的时阵，就甲讲你若无食巴西利，我着帕西利，敢有啥遮歹？即题是要讲倒位？敢有差，应该有。听讲怪怪，原来是拍戏理解无毋对，看起来好食。绿车欢迎你来。你感觉其他人共款叫是我今仔日是要煮食啊？歹势标题写甲无足清楚，所以有个人叫是我今仔日要煮食互大家看，结果无歹势无。得咧，袂晓呢。啊，敢有影？恁母啊，拢会甲猫仔讲互死，遮歹。阮兜是颠倒饼，拢是我咧讲，拢是我咧甲猫仔讲，甲你讲互死。阮兜猫仔伤吵的时阵，我就会讲生笑，就讲，甲即粒便当做出来，就原谅我。你是讲做这个实际版本呢？你要指定要即粒啊？要指定即粒嘛是会使。我研究一下啦，这内底有啥？这菜毋知影啥物菜？恁讲这是啥物菜？这足济迄个圆圆的，敢是青豆？敢是迄三色豆内底青色的迄豆啊？安尼敢会食一黑白一粒无？凊彩拣一粒嘛是会使。安尼我着拣迄个上简单的啊，就是。我若要足济关呢。我若要即粒敢会使？你讲凊彩拣一粒，安尼敢有通过？即粒敢会使？即粒我会晓啦。这简单啊，这就电话嘛。
电话你迄个饭吹好，放入去，哎，通过，袂歹啊，伤简单啊你。毋是我讲的啊，题目毋是我出的啊。无讲到迄，干鸟仔讲好死，就是有时厝内人嫌讲鸟仔伤吵，伊毋知咧叫啥的时阵，我就讲好啊，无我去甲讲好死。啊，讲尔啦，讲笑的啦，嘿，无任何的鸟仔受到伤害，哦，主要是伊嘛听无。你是有法度食安尼一顿？哦，我看你是毋知影我偌善车哦。善车的时阵当然有通食就袂歹啊。三色豆的王者阿青，对，伊算是王者吼，算是互大家足惊吓的存在啊！敢是安尼？毋对，过来一摆。我感觉我想到啊。对，应该有啊哦，敢有？好，搁想一下，国外有芦笋做的菜单，毋知影敢是迄？这我毋知呢，这我毋知，这我毋捌食过。无哦，这熊袂晓读，当话退步。小大姐，贝灵啊，敢是贝灵啊？贝灵敢会这敢会安尼圆一粒一粒？真正毋知影啥，真正摇袂出来。毋过袂要紧，我无一定爱做即粒嘛，我会使做第一关迄粒，对无？我想一下啊，真袂晓啦，我认真思考者，对啊，我都食青饭啊，我都食青饭会使啊。哦，撒起来用麻酱辣辣的，哦，麻酱好食呢，麻酱是袂歹。确实是要食沙拉还是啥物的时阵，就是有诶迄个，无我较迄个，就是有诶所在会有迄个做你食烫海的迄种，就是伊可能就是菜色做你食，啊，就会使做沙拉的。迄种所在，因为我无咧食麻油内子，毋过有时会有迄个，对，就是迄个麻酱，嘿，就蓝虾就做好食，日本人做便当拢安尼，我敢毋捌看，毋过敢会生即个形，敢会生安尼圆一粒一粒。我是有看过迄个日本迄味的麻酱是有看过，有食过，嘿。麻油内子你算介意？我无介意。哦，先不要啊，了解。麻油内子的台语真的是像刚刚那样念的吗？应该吧。迄个为日本话来啊，就是台湾人头一摆食到麻油内子，应该是日本时代食到的，所以我毋知影敢有别个讲法呢。我看卖啊，有讲白醋，对，有讲白醋，白醋就是家己人咧讲的，就是家己的迄个凉面，拢会加迄白醋，毋过加咱一般想的。迄醋可能小可无共，嘿，有人讲两人酱，毋过我毋知影你若讲两人酱，大家敢听有？嘿，上无阮兜是大人拢是讲麻油内子安尼，好，绿去车要补充来，
哦，下骹的饭敢是迄个红梨有成哦，看起来足成的。诶，一点一点的。我知影，敢若家己互做白醋，对。就恁兜嘛是哦。哦，因为阮兜若讲白醋，就是迄个一般酸迄种的。想看卖，对啊，毋过你是高雄人，我就想讲，我会记你是，安尼无法度吼，互嘉义人画着，安尼讲嘛无毋对啦。就去车专门的，你是 mayonnaise 专家，法文的 mayonnaise，好，我毋知影法国话要安怎读。法文 mayonnaise 传去美国，搁传去日本，就变做 mayonnaise。传到台湾，就照原本的，就可能就因为是日本时代，所以就直接读做 mayonnaise 嘛。有影。哦，你是讲日本的、甲家己的、甲甜的，拢无共款。你是讲迄个日本的 mayonnaise 甲台湾的无共？这我去日本的时阵，哪像嘛无啥食到有 mayonnaise 的物件，所以我无感受到迄个差别。毋过我知影有诶，我知影日本有人会迄个 mayonnaise 搅饭，辣辣的就会当食。我看起来我都毋敢。口味无共，所以毋免用共一个名。好，安尼讲嘛是会使。嘛对啦。两人酱就是两人酱就是照伊原底的材料去甲翻出来嘛无毋对。毋过因为即摆用两人做的酱料，我就感觉讲，就嘛阁有别种啊。比如讲迄个咸的迄个咸鸭卵的两人，迄种的最近哪像嘛，敢有讲做事件，我嘛毋知。毋过就是世界有通看，就是迄个 Seven 有一个，雄变做咧分享，就是 Seven 有一个是迄个咸鸭卵的，还是伊是素食了咸鸭卵的迄个叫做啥？就是面。内底有菇，阁有豆腐，我感觉袂歹食，是安怎会讲到这？日本的伫台湾嘛买有哦。好，毋过我无一定食了，我毋知影敢要买。若真厝内人有想要食，反正会使去买。不对，学了一个词就等于学了3种语言，4种。对，法文、英文、日文、台语，足侪词拢是安尼啊，拢是传甲足远的，为一个语言传甲几若个语言，就尾才变做咱听到的。这就是有兴趣的人会使去学语言学。好，我讲伤济话，我要啉一下白茶。胡麻酱加柴鱼拌饭，有影，听起来就袂歹。对，金沙豆腐意大利面，无毋对，就是迄项，听起来袂歹。白醋的名称由来是嘉义在地的白雪牌美乃滋。创办人早年在日料店当学徒，学了美乃滋的做法，自己加以改良，白醋更酸、更白、更甜。原来是安尼，所以内底是有加糖加醋安尼。了解。规百档无食西门的当生餐，敢有做当生？你是当生有影呢？就是嘛无讲作俗，毋过内底料无偌济吼，有影当生嘛对啦。毋过
有诶滋味较特别诶，就是会想要食气味就对。毋过若要食饱的无一定爱去西门。白醋，所以白醋是迄个 mayonnaise 的变体。好，安尼解说了足清楚诶，安尼有理，嘛是真有理。啊，说文嘛有白说白，我无咧研究说文呢，无咧研究说文。这太加困难啦。对啊 ，Seven 会使等伊迄个去食超人的时间才来食，无足贵的。即款会拢无都通过，敢是我真正无介巧？安尼。会晓啊，雄会晓啊，所以，啥物好做真有毅力？啥物意思？对啊，去食超人啊，去食超人就是爱尽量省钱啊，无变啦。推荐用热乎乎的白饭加冰凉的胡麻酱加柴鱼哦，这有做冰火五重天，敢是安尼讲？听起来袂歹呢，听起来有影袂歹。毋对，去食超人万岁，无要安怎活？生活智慧王，这敢算生活智慧王？算啦，有算。哦，你敢这敢袂当讲？这敢袂当讲？就是这是教歹囡仔大细生活智慧王。恁敢知影？就是照这个，你若去算迄个几率，哦，好，讲出来。你若去算迄个几率。就是照你来讲啦，你若是摕到1000张迄个号码是连续的发票，你若是有1000张号码连续的发票，就应该爱中着啥？我袂记啊，要讲啊，毋过袂记啊。等下我想一下啊，好，我袂记。毋过，我若像捌算过。就是你若是对，你去算迄个详细迄个奖，1000块是爱几个号码？4个，对吧？4个，安尼我算毋对呢，安尼我算毋对哦。好，安尼这步无效，无，就是我会记，应该是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若是一直买1块的物件。哪像是你若是一直买1块的物件，啊，摕到足侪连续的号码，你哪像就会使回收。毋过哪像无度，正常来讲无可能做即种代志，嘿。讲了啊。好，咱来回答其他的问题。花枝敢会做骨酱？啥物酱？你讲我敢会做啥物酱啊？哪像袂呢？哪像袂哦？等下，这是要按我创啥？我安尼敢袂使？袂使。哦，真正有人安尼做哦！哦，结果互人掠着啊！哦，我乃毋是，我就知。咱这个世间，就是
剪落来，互恁剪，这我家己毋爱剪，无小等迄个，无小等迄个国税局就要找我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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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啦，哎，家在咱有正常人伊伫伫遮。哦，这教咱一个道理，就是这个世间吼，咱想会到的 idea 吼，通常拢有其他的人想过啊。好，安尼加载，我毋免家己试。想看卖啊，这袂当叮当哦。感谢你，看起来怪怪呢。靠腰袂晓算。我原底咧叫是讲这 game 有够轻巧，应该会当，应该会当真紧的算到底吼。无想到伊的这个困难度是一直有咧提悬的。安尼算敢袂枵，有淡薄仔枵，啊毋过我会当等，嘿，我会当等甲正常食暗顿。我最近食暗顿的时间拢足固定的。毋知影是安怎，可能就是缘分有够，缘分够啊，迄个就会健康啊。最近食暗顿的时间较固定，大概拢是7点外，你要8点的时阵会食暗顿，所以还会使等，嘿，无足着急。想看卖，这嘛袂当刷位哦，8点敢有算健康？我嘛毋知，啊，毋过有听讲会使固定是较健康啦，啊，敢是真诶？我嘛毋知。哦，敢是安尼研究者，安尼藏，啊，搁安尼藏，刷来咧。全肯定的 game 歹找，全肯定的 game 是啥物？你会使算迄种，或者啥 visual novel， 就是视觉的小说，你都袂有人甲你讲安尼袂使啊，是安怎的啊？会使算迄种的啊，迄种的都袂有创哦，都袂有都袂有人甲你讲你做毋对啦，哦，你嘛差不多时间小等6点要来做暗顿，安尼你嘛是真固定，哇，安尼算是贴。迄算甲拆手，迄种的敢有拆手，迄会使饲迄个啊，迄通常毋是拢有迄个auto会使饲落，你就变做放电影。讲会拆手的是迄个啦，沙威玛传奇，迄毋才拆手。迄真正会算甲手骨哦，枪拢要断去啊！即关哪会遮困难？也是其实是因为我无介巧。我想讲这应该上尾的时阵会使放伫遮，这毋知影要安怎。哦，所以我应该安怎？哦，是你介意拆手的滋味哦？哦，安尼无法度。哦，伊会当安尼呢？哦，原来伊会当安尼啊！毋过我这无菜呢。哦，所以我即摆是应该，等下哦。所以我菜应该爱伫遮，无菜。今仔要做的是饭，我用
用射出讲的迄种，敢安怎？你敢是讲迄个用迄个麻啊酱啊加迄个茶鱼，应该袂歹哦。奶茶安安，欢迎你来，你好你好。头家菜卖伤济，若准迄种会当拣菜，我拢会拣迄个卤卵，对哦，迄种若像袂歹呢，迄应该是袂歹食。好啊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，应该是比麻豆好足济啦，应该是比麻豆好食足济。时到一定会当安尼。无菜的便当，无菜的便当好食。我家己真爱食无菜的。哦，我会使安尼呢，互伊鸡仔来叮当。毋过安尼就毋对。换鸡血啊，鸡好满，爱确定。安尼食了应该是做袂爽的。所以我应该爱，我想一下呢。所以我这应该是上尾才放食，啊，这是互我放一块鱼肉。刷来就是毋过食要太有哦，这个目原来嘛是真困难吼。毋对哦，这应该是上尾，毋过食是要。恁兜的猫仔嘛食无菜便当，迄毋废话。猫仔就对啊，猫仔就无咧食菜的。阮兜的猫仔嘛是呢，哪会遮拄好？哇，阮兜的猫仔嘛是拢无食菜呢。对咧，安尼敢对？安尼哪像毋对呢？对。放5支粗较快的羊角豆，真爱讲好死，才有人安尼食。我是其实无讲足介意食羊角豆，我无啥介意黏，无啥介意食黏的物件。猫仔有嘛对啦，迄敢算是咧食菜，应该嘛是有算，嘛是会当安尼讲。这到底要安怎？对啦，香啦，对，香，我无介意食香的，迄个味哦，毋过我就是一个无啥咧顾健康的人，你叫我顾胃。我无法度伫遮制作一块鱼肉，所以啥物要交换位？啥物要交换位？内底高香你会使，就逐个人的迄个接受的物件无共啦，这无法度。像我着拣食。安尼莫食饭，讲啥无顾健康啊！我无度啊！我着我着无乖啊！对，猫仔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青菜啊！猫仔食迄草，哪像是为着要吐？上无阮兜的，就是安怎讲？伊食落就是袂，反正咱人食迄个菜色嘛是啊，就食菜色是为着内底纤维会当帮助咱消化。咱食菜色嘛是无法度为纤维得到迄个热量的啦。
哦，啊，迄个籽无多元，我知。啊，我著紧食啊。啊，你若敢食，你著紧食安尼。即关到底是要？好，毋过其实咱会当，其实即个 game 做有良心的，就是咱会当小等才过来想。日本阁有角豆掺纳豆掺偌好的淮山，规我拢看过。哈，敢是真正要？敢是真正要？就是足介意迄个糊糊才安尼做。啊，会食草嘛是为着吐，什么意思？帮助肠仔放屎哦，所以若是为着吐，阁为着放屎啊？原来是安尼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安尼的安尼，啊个，个安尼，毋对呢？哦，人类食菜阁为着其中的微量营养啊，对呢，矿物质也是啥物货的，对无？阁有迄个铁质之类的。介意糊的人才会安尼食有影，有影，这个甲我无关系啊。我是经食的，甲我无关系。我需要。袂晓。啊，了解啊啦，我应该是安尼甲摕倒转来交换安尼。对啊，猫仔食肉就有够啊。猫仔是会当食足济肉的。安尼就毋对啊。思考者。啊，安尼。水，啥物铁食走去药剂遐结规完买啦，应该是买啦。无啊，就是你要是爱食啊，你要是爱补充遐个有一寡重要元素啊。咱就是安怎讲？袂晓讲。思考者应该是安尼啦。对啊，我嘛会记得应该是钙较会去，就无一定啦。就是药剂的迄个叫做啥结石，其实有几若种的，啊，其中有一种是钙，无毋对，皮无啊，就是该食的，要是爱食安尼，袂晓讲，咱拢爱训练药剂，敢是安尼讲？你安尼讲的，互我感觉袂歹哦。我后摆就摕这来甲厝内人讲哦。你叫是我是咧啉饮料糟蹋家己的药剂，无，我毋是咧糟蹋药剂，我是咧训练药剂安尼。你去甲医生讲看卖，你去甲医生讲看卖。安尼毋对。啊，安尼应该对啊，所以。对，甲咱的药剂做迄个苦毒的训练安尼，好，来去做代志，哪做哪听 ，OK。对啊，等下医生害头无，医生直接牵你的头壳，对无？哦，好，食暗顿，水，食好饱，要开台袂辛苦啦，就是来开讲啦。开讲哪算安尼？对啊，去讲互医生看卖，看伊敢会笑。OK， 哦，好，
下班恭喜，恭喜魁宇下班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想看卖啊，互医生拍看卖，医生应该袂甲伊拍啦，或者对，结果就是害头，啊，就是伊嘛摕你无法。皮诺可这箱直接烧了啊！啥啊？是我哦，是我哦。你的意思是你感觉我会安尼甲医生讲话哦？我哪会？毋是我啦，我无遐尔啊。我会见笑，好无？我是会见笑的。哦，要信毋信？要信毋信随在恁啦。反正我是会见笑的，好无？对，应该是志峰才会安尼哦。咱阿峰较哪较好打，敢是安尼讲？医生的沙刀啊，共拄。你讲的是开刀对无？你讲的其实是开刀吼，安尼我了解。嘛算是一种沙刀啊，甲你拄。讲了有道理，讲了真有道理。我想要爱，我想看卖，小蛋得放伫遮，敢有差？应该无差啦。惊死！骹爱行路，骹爱行路，无毋对。哇，安尼害我做想要讲古早的笑话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无这包都用台湾话讲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拿着一张缴费单去超商缴费，结果出来之后他就不能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缴费了。你做古早的大家有听过？大家有听过？对啊，伊立马做甲我讲笑话。有呢，有听过。这应该真侪人拢听过啦。应该啦。啊，敢是？等下啊，应该是安尼。我需要一个饭。多谢俄乐。袂啊，就是，若是有看咱耍 Minecraft 就知影，会伫咱斗阵的时阵，就是笑亏就一直出现，大家会使来看卖就知。我来减一个戏，啥动作无听到？啥物货？今日互我关死2摆。啊，这2摆尔，应该算是无足济，应该是袂要紧啦。我需要饭，小蛋饭爱，现在需要一个饭甲鱼是连做伙，所以我摕即题应该是正确的啊。较高练消话，无毋对，练消话顾头壳。咱就是爱加练消话，才会安怎，才会较健康就对。这医生甲我讲的，无医生无安尼讲。安尼我毋着减一块鱼，我减一块鱼呢？减一块鱼，毋知影要安怎？顶来。Minecraft 看了你会死，你是会翕嘛？有的人是看迄个 3D 看3D 的会翕，那准正是安尼的哇，咱就是无即个缘分，哎哟，敢讲我爱安尼，搁安尼，好试看卖，安尼行毋对啊！
你要看两人小碗交甜，你搁想看觅，你搁想看觅，你搁想看觅。你若要看，你嘛会当家己搬，对无？你爱看会当家己搬，无免看，毋免看人，家己栽一丛啦，家己栽一丛，免看别人好无？台湾话小教室就用伫遮，莫用麦块，用麦块会使啊，麦块。啊，毋过这甲原底迄个 Minecraft 其实有一点仔的距离啊。我是有听过有人讲，有人讲啥控艺。我真正有看到有人翻译做控艺，伊就是照字面 Minecraft 嘛 ，Mine 就是迄个控嘛，啊 Craft 就是有一种一门这个艺术，也是工艺这个意思，所以真正我有看到有人是翻做控艺，互大家罔参考。真正啊，人做顶真的翻译的，啊，毋过我是讲 Minecraft 较惯势，吼，家己画嘛对啦，家己画嘛算是一种迄个家己栽一丛，无毋对。啊，你材料无一定爱互我看，我会惊。系啊，佫袂响啊。紧，咱黑白试，听无吼？讲空的应该听无吼。所以咱要是，反正我拢讲 Minecraft 啦，我是讲 Minecraft 较袂听无，好，我想看觅，小等下安尼藏嘛。所以安尼应该是安尼，应该是安尼，到底在讲啥？用艺术翻都毋知啊，嘿，就是反正我感觉翻译即件代志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上侪人用的，尾仔就会变做迄个大家咧用的，所以大家爱加讲。啊，死到就是看咱讲台湾话的人是讲空的较济，还是讲 Minecraft 较济，还是讲麦块较济，就会变迄个，迄就会变做主流。语言正常来讲拢是安尼。只不过是台湾话的处境，毋是讲足正常，安尼嘛无法度。敢若通讲麦窟啊，哪像袂歹哦，有迄个 Minecraft 的声音伫内底，啊，小可嘛有伊的意思。YouTube 嘛翻译看觅 ，YouTube 要安怎翻？伊有安怎？伊有 YouTube， 搁想看觅，YouTube 应该毋免翻啦，大家拢直接讲 YouTube 做讲甲足惯势的。哦，猫仔囝无爱食，无爱食干物面。对啊，或者主要的迄个 game 的内容嘛是学窟啦，有影。哦 ，YouTube 嘛是会使。哦，这是 copy and paste。copy 过，哎呦 ，copy 应该有较简单淡薄哦，敢是讲啊伤早。哦，这是迄酷来啊！恁敢有人爱食酷来啊？其实我毋敢食，我无爱食酷来啊。我无介意伊的味。毋过阮兜足侪人拢足介意的。好食哦，嘿，我啥物拢无爱，对，对，我啥物拢无爱，歹势。哎呦，依你讲甲有理哦。朋友内底，你咧做电子小偷啊？对，安尼是 YouTube 无毋对。啊，
都素巴达嘛，对，有诶，迄个 vegan 啊是啥物，就是素食的餐厅会用迄做迄个，对，会用迄做迄个，就是代替巴达，有影。啊，毋过，规定我嘛无讲做定咧食菜，所以我就是无啊，我著经食咩？经食就是会当有机会莫食著袂去食，就是安尼咩？两种拢好食，免代替。啊，毋过有诶人伊就是完全无想要食着有动物诶任何动物诶成分啊。若是即种情形，就会需要迄个，就需要用代替。什么意思？无食菜腰子，无食菜敢是腰子咧艰苦？无食菜是倒位咧艰苦？无食菜敢毋是胃肠咧艰苦？腰子应该是无啉水，你的腰子就艰苦啊！啊，你的腰子艰苦，上尾就是你家己咧艰苦。哇，今日哪会香咧囥势？应该爱先有一个卵。恁苦内腰子紧互你死，对。裤内啊无啥介意。你细汉的时阵食厝内人头一摆买，毋知影袂熟，结果有够熟。哦。上无我无孤单啦，有人共款无介意裤内啊。啊，毋过我嘛毋是因为无熟，我就是真正无介意。这嘛无法度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世间就是有遮济无法度啊。这是要囥，敢是安尼囥？啊，安尼应该对。哎呦！水啊！毋对边。想看觅。啊，困难呢。通来做暗顿，对，已经6点啊，会当来做暗顿啊。做暗顿加油。你小等做了，敢会铺？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呢。小等若是有机会，互我偏芳，就太好啊！安尼无能。你嘛有熟悉一位噗噗的景食的呢子面？噗噗的景食的呢子面，敢是苦口送？伊敢有景食？我毋知。袂惊伊煮简单的，煮简单嘛是袂歹啊，就是家己煮，就是其实应该是家己煮较健康。我就是道理我拢捌，啊毋过做袂到。歹势腰子，歹势胃肠，我真正毋是刁过伊的，奇怪。我要安怎才会当有卵？できません，啥物件できません？今日杀水饺，加炒几项菜尔。袂歹啊！水饺哪像其实嘛袂歹吼，就是淀粉无讲伤济，啊，就是有肉就有两白质，啊，佮有菜，安尼嘛算营养啊，嘛算是袂歹。我应该向你学习。
现在甲我信道什么意思？你是讲我真正毋是雕刻伊？要改变一个人的，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，毋是遐尔啊简单的代志呢，对无？阿辉菜咩？你哪会知影我无啥食菜？你哪会知？你哪会啥物拢知？想看卖啊？对吼，无相信，不要紧啊。嘛毋是讲，嘛毋是，你无甲我信到，我嘛毋是讲作伤心的啊，毋是讲作伤心的嘛，袂安怎啊？我拢经惯势啊啦。你卡有啥物货？啥物倒头栽？啥物件倒头栽？我若要，试看卖。安尼会使。耶！你倒头栽，你想要倒头栽？这是啥物意思？伊大汉来呢？头咱这叫做啥？感觉色的鸟啊，大汉啊！而且伊个有一个做迄个做安怎做石拍的这个叫做啥？破链，这敢算破链？啥物意思？伊大汉啊！无咧惊我卡油，无信就是无信，水。安尼袂歹啊，安尼袂歹。反正我卡油嘛是卡爽的啊，袂安那，嘛是袂安怎啊？我是个会当安怎？毋对哦，等下哦。安尼我是要，我想看卖，大家怪怪。我著调工欺负家己的身体，敢算是欺负？好啦，那像嘛算是欺负。身体。我上尾应该爱甲食放伫遮嘛，爱甲吹卵放遮。无食菜嘛是会大汉，无食菜嘛是会大汉有影。食石头嘛会大啦。毋过你爱步喺顶当呢，而且嘛爱看你讲的石头是倒一种。数学歹。看有啊，安尼啦，安尼有啊。哇，这高啊，就要创。腹肚的辛苦，还阁会熬破病尔对啊。若准袂坏的，后世人再会。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若是食石头，若是食石头食袂死，你应该嘛免食啥，你已经是，毋是正常人类啊。这叫做幸存者偏差。放三色豆敢好？阿辉讲好，毋过爱甲阿青拣出来。毋是哦，我带好颠倒饼哦。这个三色豆内底，我上介会当接受的，就是阿青。我颠倒是无讲足介意迄个。好啦，另外两项嘛是会使啦。迄个番麦应该大家拢介意。迄个人参嘛会使。所以其实三色豆我拢会当食呢。其实本数我知影大家拢做无介意食阿青，我知大家拢讨厌伊。毋过伊的味我会当接受呢。安尼我是特别的。阿辉遮尔啊特别。敢是安尼？
哦，安尼哪像？啊哈，看有啊。哦，有好食的鸡豆嘛是两白节嘛对，迄好食呢。我也足爱食的，迄应该无人会讨厌啦，迄应该真正是大家拢爱食的，应该啦。我毋捌听过有人讲无爱食鸡豆。高啊，过来是，敢是做对？等下，搁想看卖哦。这是放针，啊，小等爱 copy 啊，安尼，你无爱食猪脚哦？猪脚好食咧，我细汉的时阵最爱食猪脚。哦，阿青是淀粉哦，这我无研究，我毋知影倒一种淀粉较济，倒一种蛋白质较济，这我真正毋知。啊，毋过我细汉的时阵，就真爱食猪脚，佮真爱食控肉。啊，毋过即摆较惊肥，所以即摆较无爱食。啊，毋过以早是足爱食的。哦，所以阿青无效。哦，安尼叫伊笨手是有理，算是迄个笨手食食安尼有理会当接受。安尼就无算是甲伊欺负啊。看卖哦，应该是这放伫下骹啊，交换啊，毋过这，我要安怎才会当有较济的？想看卖哦，放遮啊交换嘛，所以即两块袂用到，所以这来食，太怪怪。阿慧无介巧，我知，搁跳一个，哇，复杂，哇，我的头壳开始无度震动啊！要紧，咱就轻松猛开讲。安怎数学无好，你要甲我踢笑？哦，伊阁有几关，足侪关。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关呢？毋是哦，127关。嗨，咱会使先补迄个头前有诶直接放弃诶，补一下，看怎敢会晓。啊，救人哦！好，真好笑，真算袂了。虽然原底嘛无讲一定爱算好了啦。哦，桌顶放一杯规透早无冰的豆奶，你莫啉啦，迄啉落就精彩啊！毋好，啊！毋过你若真正要啉嘛，是无人会当甲你阻挡，你是自由的，无要安怎嘛？无是阁会当安怎？小可发酵也莫啉啦，爱确定呢。咱知影食迄酵素对身体好，啊，毋过酵素毋是安尼食的哦，毋是讲食发酵的物件就有酵素，所以，哦，恁兜做工停走去啊呢？安尼就恭喜！哦，你来变数，好，请。哦，这互我想起来，我的频道内底有一个影片，或者要来变数会当安怎讲较文雅，大家会使去参考看卖哦。雄咧讲这个创，我想看卖哦。我即马需要，其实我嘛毋知影这干嘛色的这衫，这敢是另外一种戏。
哦，这看起来有成迄个线的迄个线迄个啥物，一种菜就对。拢是教授要分遐药。你是自由的，无我要讲啥？你是自由的，你去招招，敢有人讲招招？敢无安尼讲？袂晓呢。哦。教授自由，嘛对，哪像嘛对，啊毋过哪像毋对。无啦，发教，唉，发教就是有迄个啊，毋知影是倒一种的细菌。啊你食了会安怎？咱毋知哦。想看觅，若准我甲安尼，佮甲安尼，啊个安尼，毋对呢。啊安尼，安尼啦。你当咧大，我知，即句就是叫做啥？家己的囝放屁是当咧大，啊，别人的囝放屁是当咧烂，是当啊咧烂呢。即句我捌学过，哇！来看，感觉会当跳者，哦，会使哦。我应该是搁过一关，就会当掀起后一页来试看觅。哒。哈？伊早甲人讲这讲咧高刷，这敢有算高刷？这敢有算高刷？啊，毋过毋知呢。反正毋知影你当咧大时讲对咧大，我毋知啦，我是毋知影人安怎想。这咱无确定。换位。个安尼，个安尼，过来咧，个安尼。哦，这听起来就证明迄个高刷，你还确定呢？大肠包小肠，看起来都不是，这听起来都听起来都莫我白讲较好。袂当掀去后一页，哦，佮欠一个。应该是，这是爱刷到遮嘛？然后咧，先甲摕起来，安尼，毋对哦。对，这两个爱跳一格。无先甲摕起来。阿辉敢会坐马桶会啊？当然会啊！我放尿拢坐马桶啊。你著拢无坐啊？你是用裤的呢？你是较爱用裤的啊？是安那？我敢会当安尼？会当诶，水。耶！哇，古水囝大汉啊，烘鸡两个，袂歹。哎哟，这就是心情的温暖啊！
出业。哦，你都无爱坐着迄冰冰，原来是安尼。你会使用，你会使买迄个免治的马桶啊。所以咧，毋过真久无坐啊，坐一个是毋？你其实会当哪坐马桶哪看台哦。若是炸手机啊，就去倒会使。应该爱少念一个，无啊，无一定爱少念啊，无讲规定一定爱少念马桶。哦，那会遮济张？哎哟，看起来足西洋的。这我哪像会晓哦？会当。是安怎爱包这？太有人安尼包。熊袂记得迄叫做啥？搁查者，迄叫做啥？什么德？哦，高头果，对，高头果，对，有先高头嘛。对啊，头拄仔迄便当，这看起来做西洋的啊。这是迄个叫做啥？毋是西洋啦，西洋。这看起来就炒饭啊，看起来就是迄个欧美的迄种炒饭。啊，搁有这 bacon 嘛，这应该是 bacon。哇，这看起来会枵呢，已经枵啊。kiwi 啦，对 kiwi 啦，有人讲高头果啦，看起来做像狗仔的头。啊，呀，无一定是炒饭，嘛有成迄炖饭有成。熊变遮复杂。这应该放遮，敢对？对，伊敢若会当放遮。啊，刷来。这就无一定，毋过这敢若会当，这一定是安尼放，啊，这是安尼放，那会怪怪，毋对，高头就是爱大粒伸落去，你爱细字哦。有个狗嘛是真歹哦，无一定拍伊会过哦。咱有两个，咱两个要安怎放？对。哇，这嘛无一定是安尼呢，这嘛有可能是安尼。好，无咱试看觅，若是安尼，搁安尼，搁。安尼毋对啊！对，搁毋对啊！搁想一个，我了解啊，安尼就对啊！水。哇，熊都有咧洗头诶！你要放维达，维达，我足久无食维达，毋过我小等可能
要毋知影要食啥呢？害我做想要食维达好，无小等我来食，我嘛来买一个维达好啊。毋知影敢要有开？哦，是煎饺用电话去吹。好，安尼吹了应该会足成的，无毋对。嗯？嗯？敢是安尼？毋对哦，定是这先，啊，才来才是这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！哇，这个 game 其实连续一直算，其实是会忝呢。真正是一开始年阵做轻课，毋过其实会当算足久。真正推荐互大家，这比原底叫是会当算较久。我会记你无介贵，大家若是有啥物，就是无代无志，想要动一下头壳，会使来参考看觅。我想看觅救人。等下哦。下骹这两应该是为遮来，对无？下骹的两是为遮来。好啊，毋过我阁会需要哦。较麻烦的是这肉啊，安尼应该是安尼。我想者，毋对，毋对，毋对。对哦，这两应该是爱放遮。毋过这嘛会当呢，所以无一定。第二个肉伫遮，第三个肉伫遮。毋过咱若是安尼，应该是安尼啊，应该是安尼才对。好，刷来咱就放即个，毋对呢。啊，颠倒饼啊，应该是安尼。下骹的两咧，哦，靠腰，等下，安尼啦。安尼啦，倒位毋对，哦，所以是安尼，才个安尼对啊，哦，忝，好，所以刷来爱想的是安怎斗这个气味嘛？气味斗好啊，毋过这是要安怎呢？是咱甲变过来？那嘛毋对呢？啊！
嘿，主价师傅伊摕到 YouTube 的10万，哈？伊用迄主价，但我夭寿。我知影有迄个专门咧弹倍数的，专门咧弹倍数的 YouTuber 嘛是摕到迄个10万的迄个奖牌了，就甲伊做成一支倍数。我是感觉应该是大家拢病夭寿，拢病夭寿啦。就是安尼，大家才爱看啊，对无？这有较困难淡薄，爱想者。中迄块，还是咱是爱哦，安尼有理哦。毋过咱倒边下骹无啊？安尼咱倒边下骹要太有饭咧啊！安尼就有啊。所以应该是安尼，搁安尼，倒边倒边下骹有饭，啊，毋过安尼倒边的肉要安那？会互你讲夭寿的，对阿慧应该搁愈夭寿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。阿慧的标准变来变去哦。啊，安尼啦，头一块，第二块，搁来即块，过关，水，好，忝啊！哇，好啦，今日有算超过一半，已经袂歹啊！剩的会使后摆才补好无？啊，今仔日通好来食饭啊！这个时间淡薄仔枵啊，感谢大家今日来陪我猛开讲安尼，吼！啊，小等阿慧嘛按算要来买一个锅贴，吼，画大，吼来食。要啦，袂辛苦啦，就是有时啊，当一下头壳安尼，烧草便当店，这个时间应该有真侪便当店，差不多拢咧烧草，无毋对，嘿，啊，今日算这轻课啦，轻课，算这毋免赶时间啊，算迄个沙威玛传奇才会赶时间，哦，迄才会较忝，才会烧草。佢哋今仔日就先到遮吼，啊，大家暗安啊，应该食暗顿的就紧食暗顿，哦，我嘛通好来食暗顿啊，哦，啊，大家该休困的就去休困，哦，啊，后摆开台就是周表还袂出来，哦，啊，我会个周表会个出来，以后就安尼，互空棒袂歹啊，听起来就生意足好的，会使，若要开便当店。用台文甲好名，我一定会较想要去甲支持吼。你后摆若有开便当店，才甲我讲。好，咱今仔日海信就到遮吼。阿杰暗安再会，阿峰暗安再会。多谢大家来，多谢大家来。生理无好嘛，甲伊烧草。你家己栽一丛，哦，放一蒲草伫遐，哦，毋知要创啥就甲烧咧，嘛是会使。暗安，大家再会。